嗱，跟住呢一套嘅護眼套裝咧，都好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嘅。嗱，佢呢一個嘅套裝咧，分別咧係會有個眼精華啦，有個眼霜，同埋一個咧係眼部嘅重點嘅眼膜嘅出紋嚟嘅。嗱，呢一個嘅眼嘅出紋咧 Eteria 意大利咧，咁係啱啲咩人用咧？如果你有一個咧係眼袋突咗出嚟嘅朋友仔，眼袋突咗出嚟嘅朋友仔咧，可以用佢呢一套嘅系列，因為呢一個咧去做一個消眼袋係做得非常之好，因為佢入面咧會有個純金嘅成分喺入面，再加咗一個白金嘅膠體喺入面，兩個咧做咗個結合咧，可以做到我哋平時好難整嘅眼袋咧，佢都可以做到嘅，係撫平咗我哋個眼袋咁樣嘅。另外咧，佢仲可以做埋一個深層嘅黑眼圈嘅黑色素，佢都可以大大改善，因為本身佢23K 嘅23K 金咧，佢都會做到個血液循環會做得好啲嘅，佢會令到我哋個眼部循環咧係流暢翻啦，同埋佢做到一個咧係美白同埋深層去黑色素。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眼袋啦，再加一個嘅黑眼圈咧，不妨可以試下呢一套嘅 Eteria 嘅眼部嘅出紋嘅，因為佢可以做到去黑眼圈，同埋做到個去眼袋嘅，而且佢入面咧可以做埋去魚尾紋呢個位嘅。咁大家用嘅時候記得個魚尾紋呢